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半枝不实，清明雨水济，天顶叶仔飞，叶仔飞啊飞，亲像跳舞的半枝花。身穿柑仔色洋装，下着红蓬裙。空中温柔电视，轻卡调撩啊飞，暗暝半枝花，阮要对你飞，对你飞去新市街，甲阮老师约会，欢喜念谣大声唱，像咱上水的白母话，台湾文化阮来找，阮是台南的好子弟。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5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刘惠荣老师所带来《半枝母实》。今日起，咱邀请惠荣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咧写这首诗的时阵，差不多伫2016年，爱单纯带好恁清明的骹兜啦。因为惠阳伫新市国小咧教台语，晓豆的时阵，就有几个含惠阳咧学台语的囡仔，就拢会唱着惠阳有写着南风透花香的歌曲嘛。就讲老师南风透花香的歌是满豆的呢。老师，咱伫新市嘛，爱有新市的歌呢。向囡仔安尼讲的时候，我就想讲，有影呢。看到迄囡仔佮遐认真咧学的时阵，囡仔就小概讲学校有足侪花，拄好伫校长室校长室伫校长室的边有一丛半枝花半枝就是木棉半枝伊开起来的时阵其实伊迄个棉安尼飞甲贵的个咱咧迄花蕊安尼。安尼伊花蕊是足大木的，落落来囡仔拢讲扫甲正，咧扫涂骹的时阵，拢感觉足烦足杂的但是我就知影讲，这是真好的一个学校的特本这个这个真好的一种迄个植物生态的教学，我就知影无我来甲写看觅结果我就知影甲写着迄个半枝花，因为伊拄好伫这个。树尾顶安尼落落来时阵，我就感觉伊敢若袂输穿一领迄个橘红色就是柑仔色的洋装，就是洋装因为伊安尼迄个半枝花开起来时阵有迄像迄袂输迄穿迄碰裙碰碰，咱咧跳舞迄种的迄个情景啦其实囡仔拢讲，哪有真像跳舞伊伫安尼一个就咚就落落来落落来时阵规个涂骹因就爱穿袂了因为咧写这首诗的时阵。我都有看囡仔咧讲着讲，迄个老师伫遮咧教恁台语，咧讲着咱一寡咱生活当中的文化，上介水的，就是咱的爸母话，爱甲伊延续，甲伊传落去。这首诗伫阮2016年妈妈教我的诗全国的迄种妈妈教我的诗我去比赛时，新市囡仔安尼摕着全国的第3名。这内底有过来的囡仔拢要手的时候，我拢有拍电影啦，还有出册拢真做录音的声音。
即马来分享着讲吼，你内底用字的部分吼，下着暗碰滚，下吼就是系上吼围上，咱咧讲吼下迄个围丝巾啊吼，就是系上那个围兜兜咧煮食的时阵，啊，这里下就是用密字旁吼。倒边就是密字旁，啊个含海的海，吼，就是海，吼啊，所以密字旁啊加一个海，吼，这就是下滚的下吼，啊来伫空中温柔点湿，吼，咱咧讲湿果的湿，吼，这个湿呢，会用就是用羽毛的羽，吼啊下面加一个异字，吼，异常的异，吼啊伫迄个咱的汉字的使用，伊就是这个湿果的湿的意思，吼。啊，来上水的水吼，什么会是上水呢？吼，啊，这里水吼会用的就是迄个女字旁吼，啊一个水草的水的一边吼，啊，这里水吼，咱若伊咧要拍字吼，咱若注音符号咧拍，就是用打一个妥协的妥吼，妥我妥吼，会当找着这字吼，啊。去单纯，阮有咧讲到这个水吼，啊，为了用用迄种水吼，啊，用迄种咱咧水。诶，迄里吼啊，是安那看这里水也无共吼，这里水吼女字旁吼，哎呦，咱是去当阵有拢少应用水草的水吼来用讲水啊，但是因为女字嘛，查某人拢较爱水吼啊，所以用女，然后一个吼水草的另外一边吼啊，用了这里。清明雨水济，天顶叶仔飞，叶仔飞啊飞，亲像跳舞的斑枝花。斑枝花就是木棉花。所以今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为咱来介绍斑枝花的特色。斑枝花吼，咱讲木棉花吼，其实台湾的迄个木棉花豆足有名啦。啊，咱上有名一条木棉花豆，台南市都有啊嘛，台南市伫迄个东风路遐个有。但是去互外国的媒体吼，甲伊选全世界15条上水的花豆内底吼，一条路就是咱台南林厝皮，伫迄个土沟附近啊，白河迄带。所以白河每一冬吼，即个3月啊，迄个斑枝花开的时阵吼，所有的游客啦吼，还是迄个车啦，足侪拢会去到遐。啊，斑枝花吼，其实我会记阮草地吼，较早伫迄个酷过了迄阵，小路内底吼有2丛斑枝花，啊，因为伊的花是大蕊嘛，吼，啊，佫是红色的，所以咱若要讲形容即个斑枝花，花红色的，因为伊的花大概开的时阵啊，像真正是做热情的，吼，热情如火，所以斑枝花是跟咱做密切的一种花。但是伊佫有一种的用法，就是斑枝棉，因为这个花有伊的果实了，伊有这个棉，伊会生种斑枝棉。斑枝棉吼，其实算软的，所以斑枝棉做的迄个枕头吼，伊草地阮阿嬷迄个时代吼，伊最爱捡迄个斑枝棉，啊斑枝棉伊捡了吼，会做一个小的枕头。啊，所以伫印度吼，印度的斑枝花种比咱较济，因为印度的棉足有名嘛吼。因为斑枝棉足柔软的，所以讲像迄个有一种另外树种啊，叫吉贝木棉。吉贝木棉足大丛的吼，伊就是伫迄个高雄市的，伊大概若花开了吼，伊个斑枝棉吼，伤过多会飘去迄个人咧做生意的所在。啊，但是咱传统的咱草地咧种，毋是即个吉贝木棉，即边伤大丛啦。清明雨水济。天顶叶仔飞，叶仔飞啊飞，亲像跳舞的斑枝花。身穿感仔色洋装，下着红碰裙，空中温柔点湿，轻脚撩撩啊飞。红棉斑枝花，阮要缀你飞，缀你飞去心市街，甲阮乐事约会。欢喜念谣大声唱，讲咱上水的爸母话。台湾文化阮来找，
阮是台南的好子弟。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慧阳老师写诗，杜妙英小姐主题讲解，吴宇珍小朋友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